遠古巨龍結束啦，選擇退塔 T1， 咩都唔理，就點基地去終結呢場比賽 ，AM 守住，守唔住，攞低比賽 ，JJ。對住 LPL 花依然保持8%勝率，傳奇依然繼續，爭者劉其明 ，Ayo Legacy T1， 恭喜佢哋3-2戰勝 LPL 2號種子，衝入 S15 全球總決賽，4強席位，傳奇依然喺度書寫，傳說中嘅 T1。喺 LPL 面前依然係一座大山 ，Faker 29歲，繼續書寫佢嘅傳奇，離佢3連冠嘅成就、6冠王嘅成就更進一步啦！真係，呢個就係傳說中嘅 T1， 呢個就係傳奇般嘅 Faker。啊！掌聲都要送俾我哋可敬的對手。Anyone's Legend 已經打得太漂亮啦，但係關鍵嘅失誤實在係俾 T1 把握到啊！哇，太精彩啦呢場對決！